約翰二書1章3節，因為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與我們同在。平安係啲咩嚟嘅呢？我哋會對人話，願你平安喜樂，希望你平安。其實平安係一種從內心而嚟嘅力量，呢一種嘅力量會讓我哋喺有困難、面對逆境嘅時候，依然可以保持一種篤定、信心滿滿嘅狀態。呢一個就係平安。所以平安係嚟源自當我哋面對逆境嘅時候，是否仍然相信面前嘅嘢係從神而嚟嘅一種愛？是否仍然相信自己有能力從逆境當中揾出上帝希望我哋明白嘅真相同埋道理？你今日有平安嗎？願你平安喜樂。我哋下一集再見。